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Man 啊。立法會換屆選舉今日12月7號咧就正式舉行啦。你投咗票未呢？我就盡咗我嘅公民責任啦。咁啊，今次政府為確保市民能夠順利履行呢個公民責任呢，推出咗一系列嘅便利措施，務求令到投票過程更加順暢、更加貼身啊。咁啊，今屆選舉嘅安排咧，充分體驗咗政府以民為本嘅理念啦，令到唔同嘅階層、唔同嘅市民咧都能夠方便去投票啊。咁首先啦，今次嘅投票時間咧，由朝頭早7點半延長到夜晚嘅11點半，足足16個鐘啊！呢個安排咧，對需要返工啦、輪班啦，或者有需要照顧家庭嘅市民嚟講咧，係非常重要嘅。無論係朝頭早趕返工啦，定係夜晚先有空檔啦，都可以安心去票站投票嘅，唔使擔心時間唔夠啊！咁另外啦，政府今屆特別為公務員啦、醫管局嘅人員啦、少數族裔設立呢專屬投票站喎。咁啊，醫護人員需要輪班啦，往往難以抽時間去投票嘅。咁啊，今次就設立咗7個專屬票站，就令到佢哋可以喺返工前或者收工後即刻投票啦。好多醫生同埋護士咧都表示呢個安排特別好啊。咁啊，方便又貼心啦，令佢哋咁容易履行呢個公民責任啊。而政府仲喺呢個院舍啊、殘疾院舍啊同埋呢個外展設立票站，分別喺呢個新界嘅古洞啦、葵涌啦同埋港島嘅黃竹坑。咁好多長者咧，以往因為投票舟車勞頓啊，行程長又辛苦，而今次有外展票站咧，就可以喺院舍裏邊咧直接投票啦，簡單得多。咁啊，除咗一般票站之外咧，政府仲首次喺機場設立票站，亦都喺上水同埋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設立呢個邊境票站。呢啲安排咧，令到旅客、返港人士同埋機場嘅人員咧，能夠即時投票啊！咁因應大埔雲福苑嘅火災啦，區內3個票站需要調整嘅，選舉事務處咧就即時安排免費接駁交通工具啦。咁啊，方便市民前往所屬嘅新票站投票啦，仲透過一戶一社工嘅計劃，逐戶通知受影響嘅居民啊，徵求佢哋投票嘅意願，再安排合適嘅交通工具接送啊。呢啲措施咧顯示政府一方面保障市民投票嘅權利，另一方面咧亦都全力處理災情啊。咁啊，照顧受影響嘅家庭嘅需要啊。咁啊，由於票站安排便利啦，流程高效，唔少嘅市民表示啊，投票只需要幾分鐘已經完成啦。咁醫護人員啦、機場員工啦、長者院友咧都讚賞安排貼身啊，令到佢哋更容易履行呢個公民責任。咁啊，隨住市民踴躍投票，投票率咧有望咧穩步上升嘅，反映社會各界啊對選舉嘅重視啊。咁除咗投票安排便利之外啦，我相信新一屆嘅立法會議員咧會肩擔起更大嘅責任嘅。咁喺災後咧都會全力救災嘅，協助政府推動重建嘅工作，保障受影響嘅居民生活同埋安全啊。咁立法會係作為市民嘅代表啦，必定會同政府緊密去合作，確保資源去到位啦，措施去落實，令到社會可以盡快回復正常啊。咁因此啦，投票唔單止係選出代表啦，更加係能夠選出喺關鍵時刻為市民爭取福祉、全力救災嘅議員啊！咁啊，大家一票對未來立法會嘅信任，亦都係對香港穩定同埋安全嘅支持。各位選民，今日就係展現公民精神嘅時候啦！唔好以為自己一票係冇影響，其實我哋每一票都重要嘅，為自己啦、為社區啦、為香港未來出多一分力。你嘅選票係推動社會進步嘅力量。你嘅參與係香港繼續向前嘅基石啊！好啦，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